台中成功3月发生爆炸到打第5天，消防局表示，无排除是泄漏气体已经全部烧了啊，才无看到这火星喷出来。郭文迪昨暗去病院看伊的老爸，伊的老爸也在今早起过身，食到94岁，看守所表示会当依法申请登去甲伊老爸烧送。Trump 和普京两个人拢同意进行俄乌战争停战谈判。上届新的消息是能够代表明仔载会成伫咧沙乌地阿拉伯会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台中新光3月百货公司发生爆炸，到达是第5天咯。消防局表示讲，无排除是这泄漏气体已经全部烧了啊，才无看到这火星喷出来。另外，这现场乱糟糟，台中市的都发局就表示讲，新光3月就爱提报安全防护计划，不过到达拢还未上来。新光3月也讲，已经委请建筑师准备安全防护计划书，会赶紧来送件。要若时间无照规定来申请这部分的，新光3月也成日有过失。台中新光3月起爆发生了后，消防局以一个现象仪来勘查，温度大约伫24度，红烧迄个温度相对是较悬，但是无亲像一般的火场发生了后，竟要继续高温。消防局根据证据研判，起爆的迄当下外泄的气体，无排除已经完全烧掉。这个爆炸的时候，在一瞬间它就已经完全燃烧了。所以才会让大家看到爆开的时候是没有火光的。不过事实上，因为有民众有被灼伤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还是断定它还是有燃烧的一个过程。起爆迄当时威力真大，不过却无出现明显的火焰。有化学老师指出，现场的空气当中可能存在可见物，短时间就烧完，来产生强大的冲击波。它今天这个状况可能会是它瓦斯的比例。刚好跟空气到达一个只能说是比较刚好的程度，所以它烧完的过程会非常剧烈。起爆过后第5天，台中新光3月大楼外观嘛是有未少物件可能会落落来。一透早施工人员当进行一面处理、一面规划后续的处理作业。不过台中市副市表示，到当也未收到来自新光3月的安全防护计划。那这部分要赶快提出相关的安全认定跟鉴定，那这个部分才可以确保。我后续的人进去抢救相关它的物品的时候，不会受到里面的倾倒物或是结构安全的危险的影响。都发局表示，检调同意针对牵连危险的外墙帷幕和无牵连收集证据的楼层，先做安全防护。新光3月应该会同技师赶紧提出结构安全认定计划，尤其外墙的部分应该需提出加强防护措施。也那这段改善期间，应该由这个公司负全部的法律责任。应该今天我们已经在流程中，那专业的建筑师呢，就会在都发局这边呢配合政府呢进行相关专业的一个计划。新光3月表示，案件上近27日就向都发局提出。另外，对外界指期管内时间并无按照规定申请，新光3月坦白讲有问题，并且愿意接受相关的采访。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和马祖之间的海底电缆线，中华电信就表示讲，本地当咧修理的台马2号电缆，昨中昼搁再登记，可能会变做是完全登记的情形。这详细原因，阁需要海巡署来协助厘清。目前有启用这微波系统来确保通讯未受到影响。不过，专家是认为讲，这款自然害气说要来全登记的情形，伫国际之间是真罕得看到的。昨日下晡，临江县东引乡的民众伫地方群组讲，网络走真慢，毋拿手机游戏无倒入去，影片看一半也未叮当，真生气，甲向中华院讲要集体卡互中华电信。大概是昨天中午左右，发现讯号不是那么正常，后来才得到讯息是中华电信的海缆断讯。因为目前还有微波的系统，所以基本上的通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可能会比较高需求量的网络会受到一些影响。根据中华电信的通报，原来是已经登笔去白修中的台马2号海底电线今年全部登记，已经请求海巡署协助调查详细原因，专业赶紧来启用微波系统来支援。因为台湾国内海底电线6条连接大坪金马，全部由中华电信建置。其中台马3号海底电线伫今年1月15已经全部登记故障，台马2号是伫去年10月初3，也有今年1月22就通报新线登笔去，结果2月16全部登记。专家讲海底电线自然歹去全部登记，伫国际间无定来看到，而且维修困难。
海缆本身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投资所以当它已经有发生老旧的情况，事先就会做好一些新海缆的规划，那避免到它用到最后一刻裂断，造成这个汛物的阻断，基本上都非常难以维修，都非常困难维修，都要透过国际的专业海缆团队，理论上是可以切换到微波，那毕竟它不是一个常态性的一个服务机制，因为微波受到的限制比海缆多非常多。那举例，今天如果说云层比较厚，或气象不佳，或云雨天，那微波讯号就会受到干扰。司法部讲，已经要求中华电信优先提供政府机关、银行、病院这关键基础设施有够的微波频宽，维持通信服务。台马3号甲台马2号海底电线预计上紧分别在2月底甲3月底完成修复，并且继续建设台马4号海底电线，进一步来提升整体通信的稳定性。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金华城正伫现今案防羁押到档的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昨暗有去到病院看伊的老爸，伊的老爸也在今仔早起过身，食到94岁。台北看守所表示讲，郭文德会当依法申请登去甲伊的老爸收葬，但是这件代志限定一届尔。郭文德敢有要提出申请呢？强调这是个人文书，无方便说明。客人复查，那行那老目屎，郭文德的老母真悲听出现伫殡仪馆。就是说妈妈有比较偏向不办告别式。我不太清楚，都是妈妈做的决定。真侪位挂界的人了后拢到场，毋过在下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将一天接到新潮台婚姻探视老爸，敢若一天郭文德老爸郭生快就伫17破病过身，享基寿94岁。想到我父亲，我常常都掉眼泪，所以已经过期了。捌伫真侪年前讲到失去老爸的疼，郭生快流目屎，伊毋若是228事件的受难者家属，也毋愿囡仔目政治。毋过郭文德决心行入政坛，打算因为涉入金华城等案件，受起诉互羁押到今，爸囝是无见到最后一面。柯妈妈、佩奇医师、柯美兰医师，他们一定很哀伤。那也有很多千头万绪的工作要进行。那我会希望大家能够尊重他们的隐私，也给他们多一些空间。面对郭文德老爸过身，民众党表示唔甘，也感谢伊一生的付出。党主席吴国昌讲，民众党会做各界坚强靠山，尽力协助，尊重家属意愿，处理丧事。台北看守所也回应讲，郭文德当依法申请登记处摆送。科员内心状态或是否申请返家探视，均属个人隐私，欠难说明。政治人物在监所期间提出摆送的申请已经有经历，亲像涉嫌诈领助理费，一时互羁押的家己市议员戴玲，捌伫甲所人员的介护之下，登去祭拜老爸。前总统陈水扁犯贪污案日加服刑，也捌登去厝的去参加丈夫的丧礼。这届老爸过身，郭文德敢是已经提出申请，法所表示这是个人的文书，无法度说明。不过强调申请卖送原则上共一个事由，以一届为限，并且爱伫24点钟内等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疾管署进前有买10万吨的流感疫苗，今仔开始送到国县市卫生局，按算2日开始会予65岁以上等等的这高风险族群来使用。新北市有摕到15000吨，台中含高雄有12000吨，那台北市呢是有11000多吨。另外，东洋公司搁再捐予台北市1000吨，有包含组织流感疫苗，要予时代来使用。医生也要来提醒讲，咱国内呢就有可能会出现第2阵的流感疫情，呼吁民众爱赶紧去做疫苗。因应国内流感由源属于流行期，疾管署定日增加买的10万剂流感疫苗，17会配送到各县市卫生局，20开放予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等在一类对象注流感疫苗。这一批的一个疫苗是不含佐剂的一个流感的一个疫苗，我们希望呢提供这10万剂的一个疫苗呢给高风险的一个民众，希望能够降低重症，减少死亡。针对增加买的流感疫苗6都分配状况，台北市大约1.1万剂，新北大约1.5万剂，桃园市9630剂，台中甲高雄拢是大约1.2万剂，台南8480剂。台北市卫生局17早起召开记者会表示，台北市也搁得到东洋药品公司捐赠1000剂含组织的流感疫苗，作为专门提供65岁以上长者来做。
疫苗含佐剂，它主要的功能是可以诱发延长，还有增强免疫力，相对于非佐剂的疫苗，可以产生比较高的抗体性。对于国内流感疫情，有感染科医师指出，过去台湾流感疫情拢有2种病毒先后流行，第一波通常发生伫冬季，有计春节结束，最近国内的流感主要以 A 型流感 H1N1 为主。预计接落来流感也阁有第2波流行，可能维持到5月还是6月。以今年来讲，可能就是 B 或是 H3N2 都有可能。那第2波呢，一般会流行3到4个月，可能会流行到5、6月，或者到天气热的时候就停掉。医师提醒，唔但流感疫情爱注意，目前新冠也有新变异都出现，未出大目前的主流都 XEC， 有讲2个月了后就会影响台湾。建议民众注意不要出入人济场所挂喙暗，才会当自我保护。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南部这几天这空气品质拢无讲介好，天顶拢蒙蒙，主要是受到这境外污染物的影响。南部气象中心监测表示，前2天呢，这大风上严重，家己到屏东呢，能见度是无到200公尺。今日南部的空气品质尤其是出现柑仔色，也就是提测等级。不过，这大部分情形会豆豆降落来。路上规个是铺设的，远远看，敢来当了看到建筑物的形影。经过车辆拢开大灯，放慢速度。15半暝啊，气象署发布大雾特报，但到17点半也是大雾甲真严重。可能空气品质比较不好，所以我戴口罩。天气很雾，然后不知道是空气品质不好，还是说是雾气很重。对环境部上新的监测资料显示，南部空气品质拢伫咧柑仔色提测等级。环保局讲，中国山东到上海一带出现烟雾现象，冷气团落南带来污染物，因为台湾南部伫下风季风势较弱，地区污染物嘛较会累积。咱地面的辐射冷效应垂直扩散比其他的管区较歹，所以一寡污染物累积的情形安尼发生这就是造成咱昨甲今仔日。这款现象多数出现伫寒天转热的时阵，南部气象中心监测15、16大雾上严重，主要因为东北风较弱，昨天光家己到屏东地区大雾能见度无到200公尺。气象局表示，只要水汽增加，温度下降，就较会形成大雾。这些出海的高压，它带来的偏东风到我们的西北侧的海域之后，它会跟比较低的海的下地面会遇冷，会凝结，达到饱和。这些东风到台湾海峡之后，它会顺着台湾海峡往南移，吹微弱的偏北风。那这些偏北风就会把海面上的这些低云或者雾带到陆地上来。南部气象中心暗算，17开始东北风的增加，大雾的浓度得豆豆减弱落来。环保局嘛讲，即阵工业区周边有加强溪闸、洗街路来降低污染物夜飞，影响空气品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真侪人半暝拢惊一条，这台北市半暝3点外呢，有民众听到讲，这外口的声音有影足大声的。这中正区、大地、信义区，甚至是三重埔、永和拢有人听到。警方去查证了后，讲这声音呢是对高电局中警报器来的，是因为这警报器出问题。迄个时阵也赶紧通知保全人员去把这声音禁起来。17透早3点外，奇怪个真大的声音，互部分台北市的民众为困梦中惊醒。有一位住伫台北市汀州路附近的民众，录到这真大的声音，伊讲这个声音除了继续半点钟，后壁甚至伴随消防车的声音。我原本以为是演习嘛，后来想想演习应该也不太可能半夜。如果真的是自然的，那我觉得还蛮恐怖的。因大声影影片曝上网了后，真侪网友留言回复，有人讲是高级啦，有人讲是地名，甚至也有人感觉是天使的骨架锤。声音大声到规个台北市拢听会到，同一个时间也有其他的民众录到真大奇怪声音，就是防空警报器。部分台北市的民众拢互这个真大的声音吵甲困袂去，警消协报到场，才发现原来声音出伫台北市的高电局中。经过调查现场，无发现灾害是异状，确定是警报器黑白弹。确认系警报器误鸣，随即由保全人员将警报器关闭，并通知消防单位全面检修相关消防设施。因为我们有一个火灾的受信的讯号。有因为潮湿，所以导致它误报。围裙厂商目前已经进行抢修。详细听倒边是警方去高电局中录到声音，这边是网友录到的真大声音。
唔那真大声，声音也亲像淡薄仔共款。附近民众表示，有听过类似声音，早已经袂奇怪啊。可能风切的关系嘛，台风一定有，锋面来了也会有，不当回事啊。声波是反射的现象，也会说从某一个声源的地区传播到一个比较远的地区。半暝啊，奇怪的大声音引起部分民众的讨论甲惊吓。好在在事后发现是来自航远的警报器乱弹，也互民众放心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个高雄的龙发堂，伫2017年的时阵，捌因为这气流菌株感染，互市政府强制清空。不过有这家属是无多照顾这患者，就甲病人送到登记。想袂到煞来发生讲用这铁链啊，甲使用者连起来，甚至用棍啊甲因拍。检方今仔日也依照着涉嫌犯私刑拘禁、普通伤害罪起诉这涉案的法师。卫生局也要针对着这违法收容的问题呢，甲这龙发堂开罚单。地下室空棍啊，着天霜，有一寡所在暗不发生不当对待正义的龙发堂。2017年因为爆出暗暝发生车里也有气流互相烧毁这事件，第2年2月，互高雄市府强制来清空。部分家属因为无在调照顾，佮甲人送回来，无想到2023年佮再出现不当的对待。以铁链捆绑腰部，还有右脚的脚踝，把检禁收容人捆绑在龙发堂地下室的铁床上。以这个方式施行拘禁长达4个月。除了长期加禁甲绑收容人，涉案管理干部心受法师也用一个棍仔来拍收容人，造成伊正平的骹肚受伤。17号检方以涉嫌私刑加禁加普通伤害罪起诉。卫生局当时也以违反精神卫生法甲长照法，对龙发堂裁罚33万块，并且进行强制安置。过年之前就有联络啦，这一段期间有人那个身体家属的身体也不好，住院啦、开刀啦，还有一些是家里在办丧事，这样，那就要等家属他把家里的事情来处理完。涉案的心受法师已经离开龙发堂，境内底有4名的收容人，虽然是体谅家属困难的所在才收容，不过精神卫生法去年12月已经修正。规定，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必须收容到专家机构。卫生局一家也来稽查认定违法收容，会开出6万块的罚单，也继续跟家属来沟通协调安置个案。记者综合报道。提醒咱的观众朋友爱注意哦，有网前进行发布影片，讲一寡大型团体心灵课程，可能牵涉到心理操控和甲人骗钱这个风险。卫福部今日即先发公文，要求这台北市卫生局爱进行调查，厘清敢有违反到这心理司法，若做有违规，就要依法办理。2002年前，丁小姐因为和朋友欺骗，负债900万，互伊强要活袂落去。后来一个机会接触到心灵课程，才互伊重新捡回人生的希望。我是在这个课程中里面，我自己去察觉到我内在到底是怎么样，有什么的信念在影响着我，我才愿意去做一个不同的选择。类似这款的心灵成长课程，感真正适合所有人。有名网青顶日发布影片，彻底分析。大型团体意识训练 LGAT 也出其中可能涉及的心理操控甲财务风险，引起社会关注。有网友发现，这个课程机构的设定负责人持有资深心理师执照，而且甲真济企业、张老师基金会甲公部门拢有合作。本部已先行于系统注记暂停判案给林玉成评核委员，待相关争议查证后，再评估是否派案。对此，张老师基金会发声明表示，已经启动调查，了解事件全部的情形。卫福部17也正式发函，和台北市卫生局要求调查 LGAT 课程内容，敢是涉及违反心理司法。不得以不正当的方法来招揽业务，针对 LGAT 这个课程的一个内容。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已经启动了行政调查的一个程序。卫生局强调，依据心理司法规定，心理师的业务范围包括心理咨询、甲心理治疗等，心理治疗所、甲心理咨询所的广告内容，袂当以无正当方法就业务处理无正当的利益，所以鼓励民众提供具体资讯，协助行政调查，若发现违规，会依法办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全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讲到美国总统川普和普京有通电话，两个人拢同意讲针对着这俄乌战争的停战进行谈判。川表示讲泽伦斯基会做伙参加谈判，后面未加入。那上开新的消息是，川普和普京见面进前呢，这两国的代表明仔会先在沙烏地阿拉伯会谈。那法国的外交部长就表示，欧洲国家的领袖呢，今仔日伫咧巴黎召开紧急峰会，来讨论俄乌战争和欧洲安全的议题。美国总统川普结束行程，行出空军1号了后，回应俄乌和平谈判问题，表示，伊相信真紧就会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会面，讨论安怎结束俄乌战争。也佮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会参与会谈。I think he wants to stop fighting. They have a big, powerful machine. You understand that, and they defeated Hitler and they defeated Napoleon. You know, they've been fighting a long time. They've done it before. And but I think he'd like to. I think he would like to stop fighting. 不过，乌克兰政府高层表示，基辅并无受邀参加伫沙烏地阿拉伯舉行的多邊會談。澤倫斯基17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訪問，強調即馬上重要就是讓更加多紅掠去的人回來，甲各項人道主義計劃。未來幾日，伊也要訪問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等國。 不過並無機會會見美國加羅西亞官員。 It will reach a point when if it's real negotiations, and we're not there yet, but if that were to happen, Ukraine will have to be involved because they're the one that were invaded, and the Europeans will have to be involved. 川普在無事先甲歐洲盟友烏克蘭協商的情況之下，甲普京通電話，和各界攏真驚嚇。川普任命的俄烏問題特使也表示，歐洲未在和平談判中佔有一位。 The answer to that last question, just as you framed it, the answer is no. The answer to the earlier part of that question is yes. Of course, the Ukrainians are going to be at the table. 面對高級的狀況，法國國長證實，歐洲主要國家領袖17會在巴黎召開緊急峰會，包括英國首相斯凱爾、德國總理肖茲、北約秘書長魯迪、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甲意大利、波蘭、西班牙等國領袖攏會參與討論俄烏戰爭甲歐洲安全議題。公司新聞，陳偉明編譯。 講到美國嘅東部和中東部最近互冬季風暴吞踏，各類州攏落大雪，造成災情上無有9個人死亡。目前呢，肯塔基州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那氣象學家是警告講，美東正咧遭受冬天第10屆上界冷嘅極地旋雨影響，上界寒嘅氣溫可能會降到零下45度。 公路面頂路邊的大樹仔都伫路邊阻擋通車。美國東部受到強烈的冬季風暴侵襲，風暴為南部向東北地行。幾個州居民最近幾個禮拜連續受到真低溫、大雪還有強風的侵襲。其中中東部的肯塔基州災情上嚴重，唔有數百名民眾受困大水，有民眾因此死亡，超過300條的道路封閉。和肯塔基州長貝希爾已經宣布緊急狀態。 Where we are right now is in the emergency response phase. This is the search and rescue phase. We can confirm that we've lost at least 8 Kentuckians due to this weather event. 貝希爾表示，肯塔基州在24點鐘內底已經進行1000多個救援。冬季風暴的豪雨造成河川氾濫，包括1名媽媽和7歲囡仔，真濟受害者因為做大水受困在車內死亡。另外，還有39000多戶徛起停電，呼籲民眾踮踮厝莫出門，避免遇到危險。 We may see some additional light and scattered snow across the Commonwealth today. There's another small system moving towards us, but shouldn't be as significant as what we have already seen or like yesterday. More concerning are wind gusts of 30 to 40 miles an hour, especially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Kentucky. 另外，乔治亚州的亚特蘭大是發生一場大樹倒來時陣，地派附近的徛家造成居民死亡。氣象學家表示，美國會遭遇到這個冬季第10屆，嘛是上冷的一屆，極地降冷層的影響。上大受影響的地區是北落基山脈，甲接近加拿大邊境的大平原地區，到時陣氣溫有可能會冷到攝氏零下45度外。公視新聞台是董炳耀。 在咧新鐵里的車頭拜六暗時發生打死人的事件，因為真濟人要坐火車去參加這大烏節，火車辦分局臨時解決代，才造成人打死人的意外，上無有18人死亡，其中也包含5個囡仔。
小达事故发生隔当天，新德里火车站游园是人满满，要落车的乘客甲抢要上车的人真做伙，就算警察在场指挥，也是真歹疏解。印度火车上过客早已经毋是新闻，也毋过最近拄着举办大乌节，互烧的小客程度更较严重。目前已经知影，这摆小达事故至少夺走18条人命，其中有5个囡仔，死者多数是女性。到礼拜二，游园家属找不到失踪的情人，是真着急。पता नहीं चल रहा है कल से लापता है उनका हाँ ट्रेन में जा रही थी कुंभ नहाने के लिए कोई ट्रेन का टिकट नहीं था वैसे ही जा रहे थे कोई से ट्रेन से भी जा 也有家属知影情人死的消息，赶去病院领回遗体。一名女子显然无法度接受这个消息，沿路需要人扶着。12 नंबर पर हम लोग खड़े थे वो एक बैग अनाउंस किया कि 14 नंबर पर गाड़ी आएगा उसके बाद बहुत डर मचा उसमें मेरी बहू खत्म हो गई。印度媒体指出，拜六迄日有2班列车严重慢粉，而且临时该入站柜台，造成迄当时大批游客着急要上车。也毋过有人无细理伫连接柜台天桥触倒，摔倒伫其他人身上，才会爆发这件小大事故。目前有关当局已经组成调查委员会，查明事故的原因。铁道部也宣布，所有去普拉雅格拉吉参加大乌节的专车，拢会停靠16号柜台。一般常规列车是按现有的规定，伫所有的站台运行。希望分散车流甲人潮，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顶个月29，印度北部才因为大乌节发生小大事故，造成40人死亡。去年7月间，伫北方邦一项宗教集会也因为过度客爆发小大意外，夺走123条人命。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经济部4大国营事业公布自2024年的财报，这台电去年是了411亿，中油是了355亿。台水也因为这自来水工停呢，去年了41亿8千万，只有台糖有趁钱，去年趁57亿5千万。大电考生坐咧参加行政人员的甄试，经济部旗下国营事业包含台电、台水、台糖、中油，是大众心目中的铁饭碗。不过最近2024年财报陆续出来，却是一片红字，亏损上济是台电。去年供电度数2503亿，支出9125亿，税前亏损计共411亿，累计是有4229亿才济。第二名中油也同款亏损355亿，累计亏损691亿，佮有台水计共亏损41.8亿，敢若台糖的负业绩净利是57.5亿。就是整个燃料的成本其实虽然有降，但是造成我们的售电成本目前还是高于我们的单价了。分析亏损的原因，台水表示因为投入自来水工程，自行借贷的金额已经有1000多亿，每年利息的费用敢若会变多，后续阁有工程陆续完工的拮据摊提。不过民生基本用水真必要，真歹改善。也若台电甲中油受到国际燃料计数，加上民生用电用油暂时唔起价。亏损继续扩大，不过国营事业全面亏损，民众烦恼绩效对得起。对此，台电上紧是爱伫3月份电钱审议委员会提出报告来讨论，台水是会伫3个月内提出水钱检讨的方案，才去讨论。中油是会透过每一礼拜的精算来调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去年4月初3大地震了后，造成环状线受损停驶。今年初，新北市政府指出讲，结果工程协会调查报告认为是中华工程无照设计图去施工，要求爱赔偿19.27亿。这中华工程也回应讲，地震迄个时阵呢，这环状线的地动侦测站拢封关起来，恐惊是有人为的过失。去伫起降机，工程人员对所位进行修复。去年4月初3，花莲大地震了后，这运环状线地动派去经过200多工抢修。新北市府伫今年1月初公布中华民国结构工程协会调查报告，指出是因为搬设机床顶面的雕破板互撑过，最后机床失效，致使大梁错位，并且指控施工的中华工程无按图施工。对此，中钢反击讲，相关的施工计划都拢经过相关的单位审核通过才施作。韩式之城它本身的设计都是经过业主还有设计单位的同意，而这个施工的整个的过程有882颗，换句话说，插销也有882个以上。那这些的内容有860颗都没有问题，
那你可以想象，这个22个有问题的插销，到底是真的它有问题，还是因为有其他的结果？委任律师指出，事发了后，商办财运局甲责任归户中港，不过经过中港的了解，时间伫中原站的地动侦测站呈现关起来的状态，地书地动发生的时，无法度得到侦测的数据，根本无法度提供调查单位判断当时环状线所承受的地动强度，认为调查报告是无啥公正。我们一定向中公求偿19.27亿。这是报告的内容，详细的所有的问题，我们尊重专业，也尊重公正团体的判断。针对中华工程强调讲无法度接受调查单位和相关单位不实的指控，新北市也强硬回击环状线所谓的鉴定报告是由公正的第三方专家学者完成，尊重专业的判断，也依法提出求偿。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宜兰县原住民事务所所长林志瑞涉嫌性骚扰公所的查某科长，去年6月互县政府记新界2届，被害人去甲告这法院也甲伊判刑。不过林志瑞目前也阁是咧所长无受影响，外界批评讲县政府拢咧暗号。那因为奖励金也只能。这个在县议会接受议员质询的，是宜兰县原住民事务所所长林志瑞，伊涉嫌伫南澳乡公所咧食头路的时阵，甲女科长性骚扰。去年3月案件爆出来了后，县府启动调查，认定林志瑞性骚扰的行为是事实。不过，敢若记2期新界，法院审理了后，以强制罪甲伊判6个月。不过，林志瑞到达要继续咧做主管的职务。他在性骚成立的时候就应该要调离啊，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县府就不采取这个动作啊，这是包庇啊！受害者目前还阁伫南澳乡公所食头路，因为是原住民的乡镇，伫业务上清早会有甲林志瑞接触的机会，敢若会当请同事代替处理业务。至于县府到达，也无甲林志瑞调离开主管的职务，根本就是咧夹硬。因若针对法院，敢若以强制罪甲伊判刑，受害者是真不服，嘛会提起上诉。所以讲哦，这县府伫处理这题吼，都是要等到什么判决下来才要做调整哦。这个不对啦，因为他们是有业务的接触。面对判决的结果，林志瑞讲，伊感觉真冤枉，情绪嘛受到影响，会上诉捍卫伊的清白。因若职务的问题会尊重县府的决定，目前会甲手头的工课先做好。因为他当时发生地是在南澳乡公所，所以当时已经离开了南澳乡公所，已经让他们没有再接触的机会，所以当时就没有做这样一个处置。县府讲，这个案件是发生伫3年前，地点是伫南澳乡公所。受害者申诉了后，就甲林志瑞调离开南澳乡公所，双方已经未见着面，所以敢若记2期新界。因若林志瑞敢会调离开主管的职务，听候收到法院的判决书了后再来处理。公司新闻宜兰报道。台北市中山国中校园口头前7条的，就是复兴北路361巷。经过民众的联署呢，以巴黎奥运羽毛球男子双打金牌林永佩来改路名，即马改做林永路，今仔日也正式挂牌。林永佩想要跳赛，也毋过王泽林的球拍却是讲到路牌，互现场大家拢笑出来。为了纪念林永佩伫巴黎奥运夺金，创下奥运羽球男双连霸纪录，2人的母校中山国中头前这条路增加另外一个名。复兴北路361巷现在多了一个别名，就是林阳路。这也是台北市订定自治条例以来第一条透过民众联署，而且获得过半同意而增设别名的道路。林永路第17显牌，2个人是真有魅力。母校的学弟和妹趁下课时间，手会摕着课本赶来看2个人的风采。因2个人也想到高中时期羽球训练的时阵。星期2的早上，然后会在操场跑20圈。然后记得有一次，因为跑之前吃了比较多东西，然后跑就会趴在旁边吐。像刚刚影片就会看到我们之前常训练的一些动作，我会觉得说很怀念。然后刚才也跟麒麟在讲，这个我们以前也做过，现在他们还在做，很棒。就已经伫教册理由是希望未来再培育优秀选手为国成功，也伫赛场征战的王泽林是希望明年亚运会使甲学弟邱尚杰斗阵来参赛，夺下好成绩。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希望讲林永佩奋战到底精神，影响这台北市的 DNA。他们所坚持的信念，也就是努力不懈、奋战到最后一刻的精神，
同时也希望这样的信念甚至到民众的心中，也成为台北市的 DNA。运动基本上在国内还是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跟资源，那透过这种奥运金牌得主来加持的话，是蛮不错的啦。蒋万安也讲，复兴北路361巷中山国中校门头前增设啉羊肉的别名，袂影响到民众生活，也无需要来换任何证件。记者综合报道。对3月开始，一寡交通措施和优待有调整哦。即台北捷运的老主顾优待有减少，本地拍7折，即马变5折。那即新北市有8地点，即机车架要开始收钱啊。另外，台北车头附近的益生公园呢，即机车架也要开始收钱，变做是1点钟10块，上即一天收50。两边的机车停车格全部停满，台北市益生公园四边挖近台北车站甲台北转运站，要找到机车位可能要等拄好有人要走。这里太难找位置，之后要变成计时了，就是这样比较好找车位。路边这样子一次计时的话，其实对一般骑机车的人来说，荷包多少都会有缩水。台北市政交通局观察益生公园四边的机车停车格使用者，有真侪是停了后到车站坐车到外地族群，一停就是1-2天，影响有临时停车需求的民众。该算点钟收钱，通提高周转率。可能计时收费有上限的一个措施，他们可能可以考虑说，他是不是可以透过譬如说坐捷运或公车的方式，去降低它的支出的一些交通成本。这也是台北市头一届进行机车算点钟收钱的区域，自3月初3开始，以每点钟10块算钱，全港上济50块。又拿3月开始，新北市对机车收钱也有新制，扩大北瓦近捷运站啊火车站四边停车格等所在日日收费的区域，大概20块。未来也会随时检讨，敢有算点钟收费的需求。台北捷运也对3月开始推出新的乘客优惠措施，对原本7折到9折的优惠调整做85折到95折，一个月坐11届到20届的优惠，等于是全票票价95折，爱坐41届以上才会当达成相关的回归15%的标准，实际开就是全票票价85折。就算优惠缩水，还是会使用，还是会，整体通膨一定是。物价会越来越往上涨。本来是7折嘛，都没有人，要95折的话，我觉得年轻人来讲，他们真的心里有不平衡。台北捷运指出，面对电钱、薪水和基本工资等起价压力，去年头一届出现亏损。经过市府核准了后，捷运乘客优惠对今年3月开始调整。不过，旅客可当配合交通部2月初1开始推行的 T-Pass 2.0公共运输乘客优惠，若使用 T-Pass 1200块通勤月票的旅客是无受影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海洋保护署113年伫咧南沙太平岛第4个月内，拢总记录到114只石龟8上花生卵，有生200外收。伊过一年会当孵出35000只石龟仔囝，这个数字呢，平台湾其他石龟生态地是加几粒倍。海保署表示，讲这太平岛生态较好，是因为人为的干扰比较较少。一只都孵出来海龟囝，正出来要爬去大海，开始因的新生活。海洋保育署112年伫太平岛开估半月时间，就发现20只母的绿海龟，甲28收的卵，这比小琉球平湖望安一年的数量搁较侪。113年，因对6月到9月第4个月，拢总看到141只生卵的绿海龟，221收的卵，这个数字是台湾其他绿海龟生态地10外倍。比较长时间完整的记录以后，发现说，那它确实它在整个这个产卵母龟的数量很多，那更重要的是它的孵化率也事实上比起我们在本岛，不管是澎湖啦，或者是这个兰屿，都事实上是来得优。海保署甲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是连续2年合作，3个人一组，每半个月去太平岛研究绿海龟。海生馆助理研究员李宗宪表示，太平岛丰富的绿海龟生态确实互人真意外。因认为上介大的原因都是人为的搅扰较少。这摆太平岛的研究成果对未来绿海龟生态保育真有帮助。高低落差非常的大，海龟我们就有看过海龟就爬不过去啊，所以这些可以让告诉我们知道说，你必须要说我们在做其他的单位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应该要把野生动物的
基本的一些需求也要把它一起考量进去。海保署表示，绿海龟真歹活落来，平均1000只的囝，敢若1、2只会当活到成年。太平岛当年海龟卵大约有5万粒，估算会当有35000只的海龟囝，而且嘛发现有部分绿海龟是伫近岸做配种，这也代表绿海龟伫太平岛有完整的生态周期。太平岛已经成做重要的绿海龟生态地。记者柯家祖、邱超雄高雄采访报道。环境部表示，对3月1日开始，露营场所也依照规定设立污染水处理设施，若无上当会当依照着这水污染防治法罚款3万到300万。另外，环境部伫114年会推动总量管制2.0，会严格来管控各种行业排放废水的问题。这几年来，有人介意去露营，毋过伫咧露营区便所、有厨房等等的排放水，拢有可能会造成河川污染。环境部也表示，自今年3月初1开始，露营场所要设立污染水处理设施。那基本上，它有经营露营场，就必须符合我们刚才讲的废污水要妥善收集处理的一个规定。其实那个规定基本上就是相当于一般的建物一样哦，建物都有依规定，它都要收集分尿污水跟生活杂排水做设置污水处理设施做处理哦，所以基本上不是有特别加严。环境部表示，业者若是无设立污染水处理设施，会向以水污染防治法裁罚3万到300万。环境部也提醒民众，会当大声伫厝内处理食材，减少使用卫生碗池，也建议将露营的粪扫分类炸落山，希望做伙来建立友善的露营环境。另外，造成河川污染上主要的来源包括生活废水、工业、畜牧业的废水。去年环境部伫南部集水溪流域设立排泄物资源化处理中心，将废料集中处理变做饲料。伫北部的南坎溪也建立减氨气、氮气的设施，改善水污染。平日大概是每天可以处理18000吨，那最大处理水量可以到每天的28000吨的这个水量。已经试运转之后，它其实氨氮其实有降低的蛮多的，已经改善了大概有80%的一个水浓度。那也让它下游邻近的一个环境部的一个水质测站大埔桥，脱离严重污染，现在稳定是中度污染的这个程度。环境部表示，目前全台湾水质严重污染的7站，已经对91年的66站减少到剩7站。这7站大部分拢集中伫中南部，所以未来会针对这7站各有高污染的流域，启动总量管制2.0，联合各地方环保局加强处理。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台北市的台湾记协会伫咧2003年成立到今，但是拢会开课、开讲座、办这读册会，拢是免费开放的。也因为长期以来注心台语的推广，今年摕到这114年度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的团体奖。迄无啊，滴甲管啊？厨师的台语呢？台语。中破塞来，你去讲一解。中破塞。囡仔勇敢举手讲出肚内底职业，虽然一开始讲华语，老师又愿鼓励开嘴对咧念，也甲伊加分。这是台语老师的日常，只要囡仔愿意开嘴讲台语，就爱鼓励，一点一滴的进步，就是台语传承的一个愿望。加学一种语言，咱会当帮这个囡仔伊的生命，加增加足侪光彩。吼，这就是咱要传承的这个使命感。黄振斌是台语教学资源老师，也是台北市台湾语协会理事长。伊一个下课就爱赶紧赶去另外一间学校教册，真侪台语教学资源人员爱兼几啊间学校。这个教职人员有台语专业，毋过无上过师资培训的课程，一开始入去教育现场，嘛拄着困难，大家就互相讨论交流。了后，伫2003年成立台北市台湾语协会。咱入去，咱样要教，咱嘛是会惊。所以因若是要来教，因嘛是会惊，所以咱会提供即个讲，即个过程是差不多安怎，互因会了解，互因会感觉心会稳定。台湾语协会逐年拢会开台语教学课程，也免费开放予教学资源人员来上课。长期为着台语传承、台语教育伫第一线拍拼，也得到114年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的团体奖。因用家己的气力，家己做，毋是去甲政府请钱，家己安尼继续直直做。每一个地方上，地方安尼无放弃，基本的其实这个气力嘛足要紧的。协会表示，大约有80%的台语老师拢是教学资源人员，
台北市台湾语协会这22年来，正做第一线台语老师背后重要的力量。记者张嘉佳、谢桂林台北报道。伫咧去年过往的这传统彩绘国宝单影派艺术是台湾战后头一代彩绘师。彰化县文化局呢特别伫咧鹿港举办着单影派艺术的纪念展览，头一届公开伊的手稿，要互民众会当近距离欣赏到国宝级艺术的作品。代表长寿富贵的五虎天祥图，佮有天官赐福、庇佑阖家平安，用墨水的深色、浅色来表达立体感远近。这一幅一幅线条有路、充满意境的图，拢是传统彩绘国宝单影派艺术的手稿。这次的展览中，在国内底顶看到讲，咱伫即个寺庙也是民宅内底派晒因的物件，其实已经就是崭露头角。去年过往的单影派艺术，人拢叫伊派晒，是台湾战后的头一代彩绘艺术。伊画过100外间的宫庙、古迹、寺院，即便伫鹿港工艺展览馆展出25幅的手稿，不论是另外的人物图，也是山水风景，拢会当欣赏到派晒的真功夫。有忠孝廉洁，像这天官所即款的吼，手稿伊是无展览的。伊这已经毋是练习的手稿啊，伊这已经是会当伫庙的作品，拢会当伫庙的摕伫庙的啊。伊的功力已经拢有超过50年以上的啊。伊的手稿是用墨水直接落画，吼，毋是鉛笔稿，迄是手稿吼，就是画开，咧互阮做范本用的啊，主题啦、啥物吼、布置啦、布局啦，拢差不多类似啦。单影派艺术的后生孙仔也拢投入传统建筑彩绘这道，要甲派晒的功夫传承落去。因表示，过去拢是爱去庙寺，单头才看到单影派画的图，即便会当近距离欣赏到派晒的手稿，是真难得的机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伫咧南美洲巴西亚马逊热带雨林，甲这60趴的亚马逊流血拢包掉的，这内面有真丰富的生物甲食物，也佫有几多百个含一般世界不交叉的原始部落。顶礼拜就一个对部落内的少年查甫人雄雄出现伫咧河边的社区，过程拢互翕落来，真有可能是要来照回镜的。暗时7点，巴西西南部亚马逊支流普罗斯河边的贝拉德沙社区出现一位不明的人士。这位少年的男性脱膊体、脱只脚，腰下一条腰部，明显是对河南侵厝的原始部落来的。这位男性看起来表情自然，身体也改成真勇敢。伊的手中的叉箍，并且一直咧讲话，看起来是想要照火，因为情形真罕见。当地民众赶紧提手机起来翕。那联络巴西国家原住民基金会分奶过程当中，各民众提出来达想要替男性的叉箍点火，毋过无成功。后来基金会人员到现场，甲这位部落的男性带转去附近的设施，并且伫过当天甲主管转去部落的男性送转去伊所属的马莫里阿吉兰德保护区。国家原住民基金会发布声明表示，已经派专业的卫生团队确认男性敢有接触到原始部落无免疫力的传染病。这款的情形，去年也捌伫秘鲁发生。苏当时国际生存组织翕到一群原地和外口无交叉的原住民部落马什区皮落的住民，竟然一直出现伫河边，可能是咧找食食。苏当时专家就认为讲，因反常的行为，反正是为着美，伫树林内底愈来愈侪的彻查的工人。也那巴西政策是无主动去接触原始部落，毋过会针对因进行保护甲监控。一方面是为着防止非法的采矿甲彻查，另外一方面也是保护原住民的生存甲文化。这位罕见出现的部落男性，是属于马莫里阿吉兰德保护区，2011年才获巴西政府认定确实存在。也那这也是第一届现代社会会当接触到一个神秘又佫孤立的部落的成员。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全球头一位公开以同志身份的伊斯兰宗教领袖亨德里克斯，长期以来为同志还佫少数族裔穆斯林来发声。不过，即阵伊伫咧南非互2个人弹死，同志团体要求警方着爱特面来调查，看敢是造成这款偏见造成仇恨的攻击。57岁伊斯兰宗教领袖亨德里克斯是全球头一个公开家己是同性恋的伊玛目，也就是清真寺的教长，也是带领这礼拜甲祈祷的人。
25日南部城市戈贝哈河郡拄着伏击，两个凶手对所坐车连续来射击，互伊当场不幸来死亡。So it sends a message. It's just a message of hate speech, a message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 a message of living in unsafe communities, and which calls for action. 亨德里克斯1996年就公开登记性婚，伊伫开普敦经营一间清真寺，用非传统方式解读伊斯兰教义，提倡包容的信仰。创立组织为跨性别者少数边缘族群来讲话，加做因的保护所，得到国际肯定。虽然南非宪法保护人民的性取向，也伫2006年加同性婚姻合法化，但这族群依然是面临暴力加歧视威胁。亨德里克斯的无害，互这族群是感觉真惊，也佫有唔甘。I was not teaching people to be homosexual, but he was teaching people. His teachings about faith, spiritual development of a human being, understanding your faith. 全非洲要真侪国家加同性恋入罪，甚至做出死刑。亨德里克斯已经正做这人的精神导师，也因此受到真侪安全的威胁。不过，伊伫2022年的纪录片内底强调，动物自我的需要比对死亡的惊吓也较大。警方讲，本来也伫调查中，动机也无清楚。国际男女同志协会要求彻查受婚犯罪可能性。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所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4度到1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3度到2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3度到2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1度。平遥金马马祖对9度到17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